今日要講嘅就係大眾為咗參加世界拉力錦標賽 WRC 喺2012年所研發嘅車型大眾 Polo RWRC， 以 Polo 為基礎，搭咗 1.6 升直列4缸渦輪增壓發動機，配備6速序列手動變速箱，車重1.2噸。喺2013年首次參賽 WRC 前8輪比賽中就獲得咗6場勝利，並讓車手奧吉爾有機會喺第9輪德國拉力賽上就獲得 WRC 車手總冠軍。然而不幸嘅係喺第一回合就出現咗失誤，錯過咗剎車點，導致左前懸掛損壞，被迫退賽，讓佢錯失咗今次奪冠嘅機會。不過奧吉爾仍然擁有住奪冠嘅機會，喺第二日重返賽場，並贏得 WRC 特殊賽段 Power Stage 嘅勝利，獲得關鍵嘅額外冠軍積分，從總積分榜第47位攀升至17位。之後又喺澳大利亞22個賽段中獲得19個賽段勝利，距離車手總冠軍只有1分之差。最終喺11輪法國拉力賽第一賽段中贏得2013年 WRC 車手總冠軍，而大眾車隊喺13輪比賽中贏咗10輪比賽，成功奪得廠隊冠軍，打破雪鐵龍9連冠嘅紀錄。之後大眾車隊持續發力，成功衛冕，並統治咗2014到2016嘅車手冠軍同廠隊冠軍。正當大眾喺拉力賽上如日中天嘅時候，甚至連針對2017年賽季規格嘅賽車 Polo GTI WRC 都已經準備就緒，卻受到2015年排放醜聞嘅影響，被緊急叫停。因為使用操控軟件躲避尾氣檢測，大眾集團將面臨2450億嘅天價賠償。大眾車型嘅銷量亦都大受影響，所以之後嘅大眾不得不靠收縮成本嚟控制利潤。而賽車啱好就係最燒錢嘅項目，最終大眾於2016年11月正式告別 WRC 世界拉力賽舞台。